来继续来看新竹市长高虹安所牵涉的诈领助理费、贪污甲诬告2件案件。台北地方法院早起甲下晡分庭来审理。早起是王达瑞这位教授控告伊诬告开庭，下晡是来审高虹安伫立委的任内涉嫌诈领到助理费。啊，讲新竹市工商发展投资促进会出动8个员工集体到法庭来旁听，互新竹市的议员经体讲，走去关心市长的官司，敢讲拢免上班上。市长今天有准备什么样的法律攻防吗？穿一领外套，下一条围巾，进入台北地方法院。面对记者提问，拢敢若笑笑。新竹市长高虹安红指控诬告甲贪污。在法庭上，安德瑞搁再用主立论前设计师来做比论，讲论文要当先干那第古手。高虹安是反击美国新鲜那提大学校方第2遍回函，论文无抄袭，嘛无诬告翻译，唔知安德瑞是安怎一直甲假条条。北一女、台大、北桃北这么优秀的台湾人才，竟然不知道这个叫抄袭。好，这是今天攻防的一个很大的重点。在这件事情上面，真的不要搞好像觉得自己都是最聪明，然后美国辛辛那提大学好像如他所说的这么笨一样。我觉得这是一个我刚刚在庭上我也不是很能够理解的地方，不知道该叫他是侧翼，还是真的是所谓的这个媒体就所谓的这个教授好了。其实说真的，他的公信度已经非常的低。是讲这场法庭论战，所风声讲，新竹公职回声员专工请假走来旁听。后尾摆到60多号，2场旁听名单内底，拢包括着新竹公职回声员，看起来总共是8个人，搁加一个接管的家属，集体报名去旁听。这是不用上班的吗？上班不上班，跑去关心高虹安市长的官司，难怪市长的施政满意度会敬陪末座。公测会绝对没有要求同仁或是用考绩做威胁去做登记，请大家不要以讹传讹。公职会阁强调，旁听是个人的自由甲权利，而且透早无过案件，旁听室大概坐满一半，下晡也有贪污的案件。其实法院原本排会中期拢唔是今仔日，因为高虹安有代志要请假，2件案件才拄好伫同一天审理。市长特别为新竹起来台北，想要到连员工也自愿对过来，关心规工的法定攻防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